好，今日係10月28號星期二，咁中美咧就達成初步貿易嗰個框架協議，刺激琴日咧就港股一開始就急升，恒生指數開始升335點，已經係全日最高位嘅。阿里巴巴升3.7%，騰訊升1.6%，中芯國際升4.6%，港交所升2.6%啊。開市之後咧就係全部都港股係回軟，只係升200幾點啫。主要就係小米跌3.5%，令指數跌40點，拖累咗港股啊。其他藍籌咧，即係藥明兩隻股咧都係急升，係升幅最大嘅藍籌。銀行股跌，建設銀行跌，理想汽車、小米、吉利汽車都跌啊。但係咧就手機設備股上升，鴻騰升9.2%。上晝收市咧，恒生指數升267點，國企指數升88點，科技指數升89點，成交1565億元。下晝咧就港股變化唔大，都係呢個阿里巴巴、騰訊、中芯國際、友邦、港交所等上升。百度最多升8%，升幅最大嘅藍籌。半導體股上升啦，就中芯國際升4.2%，華虹半導體升4.3%，ASMPT 升4.8%。出口股都上升，創科升1.3%，新洲國際升2.5%，內石特升5.4%，有色金屬業都升，中國宏橋升4%，洛陽鉬業升4.7%，江蘇銅升5%。收市恒生指數升273點，國企指數升103點，科技指數升111點，成交2671億元。琴日美股三大指數同創新高，科技股就領升。高通宣布佢哋加入呢個人工智能芯片嗰個戰場，股價升11%，帶動咗美股上升。英偉達升2.8%，蘋果呢個博通等 ARM 等全部都上升。道瓊斯升337點，標普升83點，納斯達克升432點。港股今日咧都預計會上升㗎啦。